每一天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1月25。提摩太前书6章9节到16节。想要发财的人，为含乐有血含子，甲真济款愚妄有害的欲望，互人沉沦至到败坏甲毁灭。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。有人贪爱钱财，受迷偏离信仰，家己受尽苦痛。不过，你这个属上帝的人，就闪避这个事，就追求正义、敬虔、信心、仁爱、耐心、甲温柔。信仰的美好竞赛，就尽力去拼，就确保永远的活命。为了这个活命，你有受警告，伫真济见证人的面前，宣认美好的信仰。伫使活命互万面的上帝，甲对帮修比勒多宣认美好信仰的基督耶稣面前，我吩咐你着遵守所领受的命令，无缺点，无通欠。直到咱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，伫时机成熟的时，迄位应该受称赞、独一无二的主宰，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上帝，要互伊显现。上帝是独一未死，踮伫人袂通接近的光明中，无人捌看见伊，嘛无人会当看见伊。愿尊贵甲永远的主权归伫伊。阿们。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伫钱财甲这代志顶头，要避免受迷惑引诱，也尽忠虔诚追求美好信仰的宣言，因为安尼就会通得主永远的福分。耶稣听你，赐你